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7日AM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你知。今仔日伫国内又搁增加一个对南非入境的确诊病例，专家会议也认定讲无要做全民的入境体检。疫情指挥中心宣布讲，7日出入8大场所拢爱挂水暗，台北市公共场所甲捷运类也是强制挂水暗。屏东三地门的海神宫今仔中昼发生2位廖溪教练渡水死亡意外。今仔日国内又搁增加一个对南非入境的确诊病例，也因为最近这款带病入境的案件真正多，就学者呼吁讲，只要入境的人拢爱体检。不过，就专家会议认为讲，体检了后，若准出现假阴性，颠倒会造成防疫的空帮，也认为讲检疫14天的制度比较会较保险。国内武汉肺炎阁新增加一个境外移入的确定病例，这个个案是60多岁男性，长期伫咧南非做工课，甲顶一日公布的第460例、461例，做伙伫南非坐车去机场，7月25到台湾，而且个案入境的时阵无症状，居家隔离期间出现落屎、筋肉酸痛、规身躯压线等等的症状，落要去便医采检才确诊。医院隔离当中，不过他因为直接住在防疫旅馆，所以没有其他的一个接触者。因为最近境外移入的个案增加，佮加上有比利时的工程师等等感染源不明的个案来发生，有真侪专家呼吁入境的时阵准备普遍体检。不过现政府确定入境的时无实施普遍体检，因为专家会议讨论发现，若是以台湾逐工千2个入境旅客来算，逐工采检的费用上爱400万至500万，若成本真悬，嘛有可能闹到感染者变做防疫空帮。潜伏期比较长的人没有被你抓住啊，你又缩短居家检疫的时间，其实是会造成防疫的破口，这个我是200%的反对的。若是居家检疫14天了后，敢有需要去体检？专家会议嘛认为讲无必要。发病的时间已经超过10天了嘛，距离你感染到这个病毒已经10天，他那个你在14天的时候再给他验到病毒的话，验到病毒核酸的话，大概是死的病毒，它也没有传染性。若是顶一日确诊的比利时工程师，指挥中心已经接获462个接触者，其中461个人核酸检测是阴性，427个人的血清抗体是阴性，其他还搁伫咧检验当中。另外，登去日本确诊的日本籍工程师接触者85个人，已经采检77个人，其中71个人核酸检测阴性，其他还搁伫咧检验。另外一个伫台湾去香港去互确诊的个案，指挥中心表示，这个个案是50多岁台湾籍的女性，伫咧台湾期间，大部分拢伫咧北部地区来活动，接触者还搁伫咧调查当中。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指挥中心昨天宣布讲，出入8大种类场所拢爱挂水暗。另外，为着要配合中央政府的政策，台北捷运新北市的淡海轻便铁路、甲桃园机场捷运也拢宣布讲，对今仔开始，民众若要坐车，拢爱挂水暗，无就会去互罚钱。另外，台北市也宣布讲，民众所出入的公共场所甲病院也拢爱挂水暗，留联络资料甲名声。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初5宣布，民众出入8大类的场所，都要会记咧挂喙暗，包括台北捷运、新北淡海轻铁、甲桃园机场捷运。初6嘛宣布，即马开始，搁一届实施强制挂喙暗的规定，民众搭大众运输全程拢爱挂喙暗，款到无要配合的人，会罚3000至15000块，而且记住加载。热多少是会，因为如果早上上班人潮是比较多，可是为了公共安全，我觉得还是必要的。台铁甲高铁是依次民众入站的时阵爱挂喙暗，伫咧车站或者是车厢内底，若是会当保持社交距离，就会当甲喙暗摕落来，或者是食物件。我们现在1个礼拜的宣导期，随着疫情的变化，那我们准备好了，也有可能就把那个强制的时期会往前。参加表扬模范劳工典礼。台北市长高文哲，无论是致辞或者是甲得奖的人翕相，喙暗拢挂条条。台北市甲防疫措施优化案，初6开始，民众出入医疗院所、大众运输、甲台北市府机关等等的公共场所，拢爱挂喙暗，而且落实徛名制。也若举办室内超过100个人，甲室外超过500个人的大型活动，拢爱申请，而且经过卫生局的审核通过。以上的措施有1礼拜的款到期。市府洽公的部分，我们现在就是这个宣导1周后强制实施戴口罩。地方政府配合防疫措施，桃园市长郑文灿呼吁市民，就算无伫咧8大场所内底，人较济所在嘛是爱尽量挂喙暗。也若家己县长洪忠良是去县内的卖场甲图书馆视察，亲身劝导民众出入公共场所一定爱挂喙暗。记者综合报道。
台湾最近发现讲有骨肉层是找无感染源的病例，也互民众开始紧张，大家就三钱要去买喙安。经济部长王美花伫今表示讲，政府目前逐工拢有订收喙安800万块，买喙安爱徛命的制度会一直施行到年底。门口当地搭喙安已经卖了的广告，有真侪台南的民众反映讲，早几间药局拢也是买无几箍的喙安。原本喙安已经较好买啊，最近佫开始烧咧抢，因为台湾出现真侪惊找无感染源的武汉肺炎病例，互民众拢真紧张来抢买买。之前是本来还有可以买一盒一盒，现在也都没有了。对，所以我想说先订一下这样子。我已经跑3家了，我已经从我们那边，因为我们是住在那个七股那边。对，然后我沿路这样，然后每一家都没有，然后他就说什么，他们那边已经很久都没有了。甲台南比起来，台北市大安区这间药局是大广告强调讲喙安拢有货，唔免排队。台北市药师工会表示，最近真侪间药局无论是名册还是一箍的喙安，卖数量拢有增加。啊，毋过因为进前疫情等好，真侪药局退出是名册卖喙安的部分，伫咧卖所在减少的状况之下，药局的库存量开始对袂到民众买的速度。以我们大安区，我们这区来讲，目前大概也剩大概3、4家有在贩售实名制的口罩。那所以我们民众呢，大概都会通通涌入到我们这几家药局，所以也相对的就是说，每天像政府发了240人次的这个口罩，我们现在几乎每天都卖光。面对喙安的需求提悬，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目前喙安一日的生产量超是1350万粒，其中政府逐工会订用800万粒。啊，若是喙安实名制会一直实施到年底，民众若是干那家己要使用，绝对是无问题。假设真的有需要比现在的1800万片更多，那这个其实在当时退场的时候，我们就都想到了万一有这个需求，我们也没有问题。目前看起来是还没有需要。王美花强调讲，目前喙安外销的数目每礼拜超有2000万粒，占总产量的比例无悬。未来若是疫情佫抢翻头，国内若是有需要，拢会照指挥中心的调度来配合提悬订用量。啊，若是国内喙安大厂是讲，伫咧唔知影政府要延长订收进前，开始有接一寡自由市场的订单。啊，毋过因为会员无讲尽量，抑佫伫咧处理一寡赔偿的问题，嘛无法度佫接新的订单。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伫昨下晡有宣布讲，开放予所有国家特别毕业的外国学生会当回来到台湾读册。不过政策却临时修改，改做是中国学生有权袂当入来。教育部长潘文忠伫下晡也表示讲，开放的问题是经过各部会讨论，陆委会也提出讲，两岸政策有变化，才会临时做修改。不过也有大学校长提一寡中国学生来讨公道。中国学生登来台湾的政策一讲翻2改，关键就伫咧陆委会认为中国有设政治障碍，譬如讲调高学生申请来台湾的签证，要求学校的证件袂当有国立的字。到当敢若有10外个毕业的中国学生入境，针对这个代志，境外生权益小组认为陆委会判断无确定的依据。一些陆生比较多的学校，他们都把陆生返台的时间安排在8月中下旬。那所以陆生到现在返台人数少是非常正常的事情。陆生已经在台湾就是开放到现在差不多有9年了，读国立大学很多，回去的同学也是很多，他们回去都是可以拿到认证的。陆委会请教育部谨慎评估，教育部以尊重陆委会的权责转来暂停，但是教育部下部会边境风险监管的原则，评估检疫量能，而且报请指挥中心同意甲提出配套，佮发公文。敢讲伫咧要做进程，陆委会拢唔知影。在我们的原则之下，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在情势观察上面的一些提醒跟这部分呢，我想这个部分确实我们可以再进一步来做这方面的会商哈。潘文忠无正面回应，但都是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早起是讲，中国学生入境的开放时间点，拢爱提报国境管理会议来处理。是教育部无提报，就对外宣布要放令。大科大校长廖庆阳是坦白讲，一直希望教育莫受政治干涉，啊，毋过规件代志拢是陆委会讲的准算。如果说两岸考虑到一些正式的关系的话，那个去新定新的办法，定好办法之后，让学生自己去按照那个办法去遵循。廖庆阳认为讲，原本的中国学生是进前双方同意来台湾读册，上无嘛爱互因甲学业完成。境外权益小组是讲，中国对中国学生有阻碍，陆委会毋是搁互中国学生加一个阻碍，就会当解决。佮坦白讲，是因为考虑到政治，安尼只是互两岸关系下差天花倒。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武汉肺炎拖开了后，有中国配偶甲中国配偶所生的囝儿，以及有中国学生拢无法度来台湾的问题，立委陈玉珍也带团去考察立委会。陈玉珍认为讲，这款的做法表示讲人有贵贱之分。不过立委会主委陈明通是强调讲，防疫是第一要紧，最后一定会互因入来台湾。立法院内政委员会调解委员陈玉珍带团考察立委会，国民党立委陈以信、叶玉兰、李德伟、林书明等人拢到现场，不过无开放媒体摄影。去互陈玉珍质疑讲，敢若像乌想作业。伊个认为讲，疫情发生以来，中国籍配偶甲因的囝儿，还有中国学生一直无法度回来台湾。但是说开放美国卫生部长带团来访问台湾，话讲人真正有分别。我们在今天公开光明正大来开这个考察的这个会议，陆委会有什么好黑箱作业见不得人的？小明不但比不上，当然比不上美国的卫生福利部长，连外劳都比不上。这个就是蔡政府在告诉我们的，人真的是有贵贱之别，施政不应该这样子，请有同理心。那呀，立委轮流发表意见了后，准备要上楼，想袂到意见交流的地点改约，考察团规定人还有去往考察的立委会、海基会等等历史人员，包括立委会主委陈明通拢转换去立法院红楼进行开放的意见交流。针对那呀立委的质疑，陈明通回应表示，防疫是上优先的考虑，就不一定互因回来。2岁可以，我们3岁、4岁、5岁，我们有在规划了哈，就是坦白讲，就是分几个阶段去规划，最后。终究会把小明接回来，会把陆生接回来念书，请相信政府。在2个礼拜前的是应届毕业生是3164位，大概有200位，就是6%的这个申请，入境的不到30个人，只有29个。那他们为什么不能回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必须要厘清，这也是帮下一波的陆生入境排除障碍。陆委会提出数据指出，那回来台湾的中国本届毕业生比例无到1%，当初是开放2岁以下囡仔，有加速陪因回来台湾，实际上回来台湾的人数嘛敢若个位数。强调两岸关系良性是双方的责任，呼吁中国对学生回来台湾，无应该设完全无必要的障碍。记者综合报道。过剩9天就要进行高雄市长的补选咯。民进党的候选人陈其迈是连续2天拢互问到伊的老爸陈德兰贪污的事件。陈其迈也表示讲，亲情是无法度挂下，也严格要求家己。不过，民众党的吴益政是批评民进党，佮已经是变作是台湾的权贵啊。另外，替李美珍助选的国民党主席江启臣也要求陈其迈爱甲苏进清的案件讲好清楚。人的囝啦，吼，我是人的后生嘛，当然我的老爸甲囝的感情，你是没有办法去回应什么啦，这个就是我的承担嘛。民进党高雄市长补选候选人陈其迈每摆选举，父亲陈铁男捌贪污一事都会被提起。这2天接受专访，无回避问题，表示会用上严格标准检验家己。不过对手吴益政认为，贪腐是结果的问题。当然，每一个人有每一个的个体跟价值的，但是我们所观察到的整个结构的问题更严重。当你不作为的时候，握有权力的时候，你对这个社会的伤害、戕害那是更大的。毋但吴益政有意见，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初来下昼陪林美珍扫街，也向陈其迈发回，爱做过前行政院会长的伊对近期的假期事件做交代。民进党是不是结构性的贪腐？毕竟你也刚从副院长下来，这些最近爆发的事件，有一些也在你副院长任内，你清不清楚、了不了解，也应该给社会一个交代。面对对手定的批评，陈其迈也反批吴益政过去上去造孽助理会事件，也爱江启臣讲清楚，敢是知影陈超明等人收钱的代志。江主席当时帮陈超明站台的时候说，陈超明是他的老大哥，那也很照顾他。那同样的逻辑，那我们是不是也问江主席，那陈超明委员、廖国栋委员是怎么照顾他？他是不是也是知情呢？三定赢，你一句我一句无相让。离补选投票日剩无90天，选委会也提起民众应付防疫，投票迄天爱挂喙暗、量体温、甲手的消毒。排队时也爱保持社交距离，才会当安心投票。记者综合报道。
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宜兰打客老爷酒店，好亲就发生食物中毒案件。根据着卫生局的统计，已经出现上百人出现吐骨流的症头，也因为酒店所使用水是地下水，民众也质疑讲敢是水质出问题，业者也强调讲一切拢有检验，也拢无问题。 日本建筑风格宜兰打客老爷酒店是不少民众出去佚佗的选择，结果却传出旅客疑似食物中毒的事件，而且到初六为止，已经有超过100人发生吐甲流等症状。有民众质疑，敢是业者使用地下水，水质出问题。饮用水的标准是规范，每毫升不得超过100个聚落数。那我们的检验出来的结果也是小于1，所以它都是没有问题。 将检验报告提出来，业者表示酒店设有水质过滤系统，而且定期检测拢合格。目前业者已经暂停自助餐厅营运，同时也通知旅客状况，看餐饮方面被安怎协助。让他们可以选择说，他们是希望我们这边做一个退费的处理，还是说他还是希望留在饭店里面用餐。 不过，伫事发了后，为酒店的外口看内底，也是会当看到未少旅客身影。 觉得品质还不错，有先跟我们解释一下大概的状况。饭店应该都会很严谨去把关的。我们入住这么多次了，都很相信这个地方。已经采集了相关的人体的检体，还有餐厅的厨工的检体，还有整个环境的检体送验当中。然后目前也进行流行病学的调查。卫生局说明，已经采集相关检体送检，等报告出来了后，会去向外界说明。 若发生问题的自助餐厅，爱等问题厘清，并且经过卫生局查核，需要通过才会当过营业。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屏东三地门耍水的景点，或者海神宫，热天时啊，真侪人拢会去遐耍水。不过，其他的中昼却发生讲有人渡水死亡意外，是一位67岁查甫人，甲一位60岁妇人人。警方也怀疑讲，敢是耍日伫咧落雨，溪水较错流有关系。 串流的溪流，一位民众抱伫炭架顶悬，被消防人员救上岸。不过不幸的是，伊甲另外一个朋友被发现时阵已经明显死亡。那个客人一进去就看到2个人趴在那边，2个不知道是什么趴在那边啦，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应该就是人了啦，就是下刀的盯出来啊，很惊啊。疑似这个气水不慎哦，可能溺毙啊。 初六早起11点，屏东县消防局三地门分队接到民众报案，指出海神宫有2个民众渡水，遂出动各种的救灾车辆前往救援。现场发现一男一女已经明显死亡。警方初步调查，2个人是朋友的关系，拢住伫台南。分别是67岁姓陈的查甫人，甲60岁姓林的查某人。因为2个人拢有穿几套的撩起装备，却也是发生意外。 初步研判，可能是连接山不落雨，溪水较错流有关系。海神宫的水位高低落差极大，而且岩石多青苔湿滑，大雨过后容易造成溪水暴涨。啊，这边常常发生事情，你们还会喜欢来吗？不会啊，不会怕？不会。海神宫因为青山为调，溪水真清，成为当地耍水的好所在。不过当地却有几个大细深潭，暗藏危机。 根据消防局统计，包括这件意外在内，今年海神宫都有3件渡水意外，造成3个人死亡。乡公所表示，因为这个所在公私有土地拢有，管理困难，也只会当采购失败，爱民众家己注意耍水安全。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雪霸国家公园内面的武陵农场，这个月初1出现要到200台露营车伫遐办活动。武陵农场搁再开放草坡啊，互一寡找无车位的人停车，却引起争议。农场这边是驳回讲这是应变的做法，不过国家公园也表示讲，若准有违反使用规定，也是爱罚款。 青金金的草坡顶悬露营车摆做几啊列，看起来是真壮观。啊，毋过斟酌来看，这挂露营车停的地点是伫咧武陵农场的草园区，有要甲200台露营车来武陵农场。啊，毋过停伫咧大草园的都有100多台，而且全部拢直接缀伫咧草坡顶悬。他会到处停，也许停在省道的停车场或者是路边就开始休息啊、露营，可能会造成另外一波环境的
环境的问题。武连龙就表示，最近国内旅游北量，佮加上气温较悬，民众介去山顶美热，嘛互山区佮国家公园的人佮车拢真济。园区内底总共有158个汽车露营的位，毋过迄间山客较济，农场干会当提供原本预定的80个车位，毋过煞加100多台车来，干会当去操园区。这个行为是违反我们那个就变更土地使用利用，所以是违反我们国土规划法的规定。所管处表示，因为武连农场算是游休区，毋是日期管制区，偏向是未进行管制。毋过伫咧毋是露营区的所在来露营，可能违反分区使用规定，会对武连农场来处罚3000块。但是学者认为，伤过头侪人甲车入去国家公园，会对高山的环境造成冲击。因为它有很多的噪音，也有很多的空气污染等等的，那这些人都要吃吧。会对这个高山的动物他们要来觅食啊、取食啊等等的，都会造成他们的影响。学者认为，草埔提供野生动物食物的来源，若是破坏，就需要时间来恢复。若是目前国内对国家公园人甲车管控并无严格，毋过环境的耐受程度也是有限，应该建立管控机制，降低冲击。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讲到黎巴嫩这个国家拢爱靠进口物件入来，不过这回因的首都贝鲁特发生大爆炸，甲港口的粮食仓规个毁掉，春粮也无到1个月日通好食。本地疫情就咧严重的黎巴嫩，竟又个爆炸事件增加30万的灾民。贝鲁特市区就像战场，民家厝放起路苍苍，汽车和阿摩托加讲甲变形。救护车的声音一直响，数百名少年人自动出发，比起警方提工区，一整一下协助清理街路，有人送来临时救援物资，有人登记安置受灾户，现场会当讲无看到政府的公务员来处理善后，民众早已经习惯这款的适龄的政府，家己的同胞只会当家己来照顾。بلا بس ما عندك دولة تاخذ هيك إجراءات ف sometimes you have to take measures into your own hands. 爆炸造成30万人无家可归，全国各地的城镇拢提出协助收容的帮助。马良天主教派宣布为灾民开放修道院甲学校，真侪厂商像社区木站提供免费修理大门、擦壁，也是换玻璃窗。一天接到几千通的电话，其中同款看不到政府的作为。贝鲁特市长伊塔尼初五巡视港区附近受灾状况，表示整个城市中间可能需要用1、2年的时间。黎巴嫩陷入经济危机几啊年，去年10月反政府抗争起来，八达半倍成，造成通膨。当地所有的物资会当讲是外口进口，即马主要港口被炸害无法度运作，港区的主要粮仓也全部毁掉。经济部长奈姆讲，随着国内的谷类储备已经无到1个月，也毋过也有充足的面粉会当支援。当协调货轮转往第2大港迪里波里港甲其他小港，也毋过即寡港区的仓储可能无够使用，进口商会烦恼，供应链问题将会真紧的浮现。原本就已经真欠的医疗设备甲药物也会更加无够。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香港疫情又还是未稳定，伫今仔日又搁增加95例啊！中国也随派检测团队去到香港，不过受到民主派区议员抗议，认为中国用病毒体检做借口，说是咧偷偷收集香港人的基因，要进行监测。另外，中国的部分在今仔日又搁增加37站的确诊病例。香港第3波疫情无看到转好，虽然为逐工新增确诊数破100到这几天下降到2位数，不过初6港府阁宣布新增95例确诊，总病例數已經累計到3850例。95位個案入邊呢，就有52位呢，就係同其他個案有啲相關嘅，咁另外39宗呢，就係未有源頭嘅個案啦。受到疫情繼續甲政治風波影響，港大醫學院調查發現，有36派香港人，當時有憂鬱甲創傷症候群，25歲以下少年人更較嚴重。即馬中國國家衛健委講，受到港府要求，將組成60人核酸檢測志願隊到香港，其中7名先遣隊員已經先到。幾名民主派議員前往印度的酒店抗議，認為這擺是照着病毒檢測規條，實際是收集香港人基因監測。好多香港市民呢，都對 DNA 嘅去向啦，兩間公司嘅專業水平啦，同埋中國醫療嘅信心呢，都係嚴重偏低嘅。
议员反对港府钦点的2间中资背景化验所，其中一间更加是有强制收集新疆人基因的前科。港府是发声明，谴责抗议人士干扰行为。最近中国疫情也继续采购再度新增37例确诊，辽宁也各出现疫情。目前呢，我们在大连已经使用这样的技术检测了超100万人次。辽宁新增的3家本土病例拢是大连病例，中段测试无新增的记录，另外27例是来自新疆。中国网友指期政府隐瞒。另外，中国最近也爆发新布尼亚病毒疫情，甚至已经出现7个人死亡的案例，也让人烦恼。中国公卫系统将面临相当打击，压力真大。记者综合报道。在咧疫情期间，除了有假消息夜夜飞以外，真够有错误的知识。在咧日本，就官员讲买碘这款成分的氯翠药水会当预防病毒，民众大家也3钱起买，结果有专家出来讲这是无效的。另外，美国总统 Trump 伫网络写讲囡仔人对病毒免疫，这个文章无偌久也向摕掉啊。台湾副地书吉村洋文的桌顶放着真侪有优点的氯翠药水，讲台版的医疗团队进行实验，发现这款药水会当有效减少病毒的生存，对于预防新冠病毒可能有效，引发着手尾流水的热潮。その結果ですね、このポビドン用土を含むうがいによって、宿泊療養者のウイルスについての頻度は低下するということが判明をいたしました。こういったうがい薬をこの8月20日まで集中的にぜひうがいを励行し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います。这是伊的话，和专家说明，表示目前也无试验会当证明氯翠药水会当预防病毒。安尼做这和检验结果出现错误了后，台版地书嘛，搁一摆召开记者会出面澄清，唔望大家卖误解。除了日本，美国总统川普的竞选团队嘛，伫面册甲推特面顶搭影片，显示川普讲儿童较袂畏着新冠病毒。这款无正确的话，嘛，互推特暂停销货，要求删除才会当使用。里面册是用无正确的消息做理由，直接甲影片删除。第一个消息出现的时阵，各国疫情嘛咧加重。日本后礼拜要放备忘的假期，延过初五迄一天，国内有5名患者死亡，确诊人数超过1300人。第累计患者第二个国家巴西疫情嘛，伫个原住民族群内底拖，上有影响力的原住民领袖之一的阿里塔纳，伊伫确诊时阵因为无爱住院治疗，一直到顶个月18病情加重才住院。这个月初5因为病情相当过身，享受71岁。包括伊甲另外一名真正过身的原住民领袖派亚康，目前已经有600多名原住民因为疫情死亡。另外，已经有52万人确诊的南非，因为疫情伤过严重，患者人数占规个非洲确诊病人的一半以上。伫第一线治疗病人的医护人员，嘛有超过24000人感染，其中已经有181个人过身。记者连市东经理报道。讲到这波疫情是影响到民众经济，伫美国到9月底可能有2300万人因为无钱纳储税，会去互厝主给赶出去。另外，澳洲的威顿航空也宣布讲要裁员3000人，公司要做重新调整。不过，日本做电动游戏的任天堂说是业绩强滚，比去年的同时间加2倍外。新冠病毒的疫情继续伫拖，真侪因为疫情经济有困难的美国人，即马该开始烦恼讲无钱通好纳储税。联邦政府顶一日发布将原驱逐令，禁止厝头家，甲因为疫情关系无钱通好纳储税厝卡赶走。但是这项命令已经伫咧7月25到期，佮加上联邦政府每礼拜另外分600块失业补助金的政策，嘛伫咧7月31到期。新的纾困方案调伫咧国会还未出来，嘛地区状况更较凄惨。地库阿斯本研究所预计，全美国到9月底可能有2300万的税厝的人。I've been living here ever since I was in high school. I had my prom here. I graduated from high school here. I entered college here, in which I did have to drop out of college in order to pay the rent here. But I just have so many great memories here, and I don't want to lose all of that. 纽约市的时报讲到，头前初5有真侪抗议民众要求延长来分失业补助甲健保，因为每礼拜600块美金根本就阁无够，希望政府当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若是威顿澳洲航空初5宣布会裁减1/3，超3000个劳工，而且停止旗下联航、澳洲虎航营运，而且伫咧新头家贝恩资本的领导之下定做业务。Today, as hard as it is to ask 3,000 of our people to leave the business. It does secure a future for 6,000 of our current workforce.
毋过嘛有产业伫咧疫情之下逆势成长。伫咧卖真好的 Switch 游戏机和集合啦动物新优惠带动之下，日本任天堂公司初来公布4月份至6月份季度的财报。营业额来到1447亿日票，是去年同期的5.3倍；销售额是达到3581亿日票，是去年同期的2.1倍。嘛，充分显示伫咧疫情的状况之下，对财经纸的强烈需求。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卫生部长阿扎尔初9就要访问台湾，这个行动却引起中国不满，要求美国就要遵守一中原则。不过，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表示讲，因为着美国的官员捌访问过台湾，这款政策也未改变。来台湾的主要目的是要做防疫的交流。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会伫初9来访问台湾，这嘛是台美断交了后来的上关层级的个员。不过，中国外交部甲各台办拢针对这点表达坚持反对，而且爱美国遵守一个中国的原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阿扎尔访问台湾，甲过去政府的政策一致，就是要就疫情做交流。So I won't say anything about the decision other than the cabinet members have traveled to Taiwan previously. This is consistent with policies of previous times. He's going there with a deep and important purpose. We're still in a global pandemic. He's going to go there and talk about Taiwan has had some significant success in how they've handled this. 蓬佩奥强调讲，阿扎尔会甲台湾就疫苗研发等等来交换意见，嘛会讨论公卫议题，而且批评中国主动台湾参加 WHO。外交部对阿扎尔来台湾是表示欢迎，嘛反击中国反对的言论，讲中国已经加做全球麻烦的制造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批评其他国家之前，我们建议他先看看他们自己里面内部发生了什么问题。我们看到当今的一个中国政府是成了一个全球的一个麻烦的制造者。阿扎尔来台湾 ，AIT 主席穆健会陪同美国疾病管制预防中心医疗官等等一家人，拢是参访的成员。阿扎尔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阵，学到台湾防疫表现了真优秀，是国际社会合作的模范。I'm looking forward to going over and being with my colleagues there, the Minister Chen, the President of Taiwan, and others, to continue this health collaboration to benefit the people of Taiwan, people of America, and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行政院表示，阿扎尔初9来台湾，会觐见总统蔡英文，拜会外交部甲卫福部，而且会甲专家会谈交换意见，嘛会发表演说，而且有可能去台北宾馆悼念李前总统。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防止中国使用电子媒枪攻击，行政院国土安全办公室也要求政府单位就要强化电子媒枪的防护能力，也把这个项目放入去国家安全的演练项目。中油甲台塑5月份去互中国海客组织入侵，引发治安的疑虑。中国除了培养盟军对台湾发动资信战，甚至可能动用电子媒枪。毋但军事基地受到影响，台湾关键基础设施，亲像政府机关、电力、石油、陆海空的交通、银行甲医疗等等的单位。专家警告，这设施若受到电子媒枪的干扰，若严重，可能会引发国内的动乱，和中国有机会入侵。如果是在供电、供水，还有一些我们的这些通信设施，如果遭遇到瘫痪打击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到社会的秩序跟混乱，那进而也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军中这个直管通行系统，以及整个在防卫上的一些准备。针对这点，有高敏感度的军方研究机构，中科院已经有完整的电子媒枪防护能力。行政院国土安全办公室嘛表示，政府持续推动关键基础设施，强化电子媒枪的防护能力，包括协助中华电信、甲台电等等的单位，伫咧上短的时间内恢复功能，嘛纳入去国家安全演练的项目。另外，中国新一代空7-5型两栖攻击舰首舰，去互中国媒体公开讲，初5进入东海，头一届试航行，因为伊会当载超过20架的直升机，还佫会当乘坐两栖车辆，甲长期登陆艇的母船，威胁到附近的国家。专家表示，会当观察中国登陆作战的模式，敢是有变化。大型岛屿的作战包括像在台海的场域里面，甚至是在南海的场域里面这些都是一个中国大陆最近几十年来锐意发展海军走向蓝海海军里面一个代表性的产物之一。其实台湾跟大陆的距离毕竟是有限的，所以动755它真正可以应用是在比较偏向远海的一个操作。最近中国智库头一届发布美军侦察机暗时接近广东的海岸，美军E-8C联合轻指挥机初5暗通过巴士海峡，向广东的方向飞行侦搜。学者指出，中国透过这点拍媒体战，指控美方甲骚扰，
也若美中两国最近军事对徛的情形，确实愈来愈紧张。不过双方的底线还阁大咧，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并无悬。记者综合报道。正告中国渔船掠过界啊！海巡署第10海巡队初5下晡，伫马祖栏杆发现讲中国渔船用拖网掠鱼，海巡人员也随爬上中国渔船检查，也有查到20公斤的鱼货，船顶3位船员也带回去侦办。向记者无名的铁壳的渔船放警报声，这是马祖栏杆海峡下达外1.6里所在的禁止水域。第10海巡队巡逻时接到通报，来到现场查询，发现着一渔船越区违规掠鱼，反响明确。3次警告你了，待会我人就要登上去把你带回去了，马上把你网子剁掉，剁掉！初5下到4点外，马祖海巡队警告违规掠殖渔船，随后附近以优势警力强势定检，船顶拢总有3个人，当场查获20公斤的鱼肉。整个人后来被带回栏杆队部扣留查处。初步量测体温均正常，也未于船上发现猪肉、牛肉制品。傍晚5时许，将该艘陆籍渔船押解至栏杆复兴澳外海进行渔获海抛，然后带回福澳港侦办。外区违规掠鱼，损害咱国渔业资源甲渔民权益。为了防止渔船为中国大陆带来新冠病毒、非洲猪瘟甲牛结节症病毒，后手由连江县政府派员进行回驾船的消毒，并且进行人员检疫，以免防疫出现空棚。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议员张建东因贵口罩，拢因为食汉药啊，所出现重金属铅中毒的情形。正告发生国民党前台中市党部陈主委的太太，也去共警的医生馆摕药啊，也出现铅中毒的情形。张建东表示讲，已经甲病院提过啊。另外，卫生局伫初6的暗头啊，也有去搜查姓唐中医甲另外一间救护诊所，也甲姓唐中医罚50万，停业2个月。另外，救护诊所也罚30万，停业1个月。提醒当中医的药袋啊，国民党前台中市党部主任陈明真是真唔甘，佮较安怎嘛想袂到因看呢？因为抗癌接受化疗，最近身体是愈来愈无爽快，经过检验才知影是铅中毒。跟他反映说，吃中药粉以后胃会有点翻滚绞痛，然后很不舒服，然后我把药粉拿去检验，报告出来是超标，是95。陈明真提验会报告，会内底的盐100毫升就有95微克，是超过正常100毫升10微克的量。陈明真表示，因家后抗癌2年，为旧年初开始食性毒的汉药，经过检验是铅中毒。陈明真表示，迄当阵是互院长李世明看的，若感觉汉药有直接的关系，还阁爱查清楚。另外，嘛有类似情形的台中市议员张建东嘛，阁一概出面表示已经提告。他到现在还在说谎嘛？花那么多钱，相信你，你给我吃纯的铅粉，你现在你不是蓄意杀人，你是什么东西？张建东提出规家伙仔的检验报告，规家伙仔的血内底盐的量拢是超标，其中前议长张宏仁，伊的数据是100毫升，有到364微克。目前伊的状况，脑部受损是40%，语言表达甲行动能力拢受到损害，还阁爱做复健。咱台中市卫生局初6尾暗暝，阁一家去姓唐甲救护诊所搜查，经过病院通报，嘛发现有患者有铅中毒的状况。在调查过程中发现，9附中医诊所就诊民众同样验出体内重金属超标，情况与盛唐中医相似。为慎重起见，将相关事证提供台中地检署侦办。卫生局表示，是按自8月初3开始受检，到今仔日为止，拢总有20个民众34件汉药的检体送验。若姓唐，除了当罚50万，嘛下令停业2个月。另外，救护是罚30万，下令停业1个月，包括负责人甲事情，拢移送检调侦办。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最近黄金的价值一直在起，昨国际金仔价又搁冲破纪录咯，竟已经变做一钱爱7000块以上。国内金仔店也表示讲，民众也3钱抢要买金嘛。
1公斤的金仔条看起来金光闪闪，一个月进前爱新台票171万4千外块，即马煞爱190万6千外块，起的幅度是要甲1成。银行头家表示，金仔的价销一直起，7月初6金仔卖出去的价销一钱6430块，初5卖出去的价销已经超过7000，初6的价销继续伫咧起，一钱已经到7150块。那当时的黄金1两是64300，到了昨天已经到了70700了，1两就相差6000多块了。你1个月前买，现在拿来卖，你通通是赚钱。国际黄金现货期货价销嘛拢创历史新高，初5收盘的价销每1盎司已经到2049.3美金，起的幅度是1.4%，创历史新高。台湾银行表示，主要是美金落价，国货币政策拢行量化放量，佮加上地缘的政治无稳定，还有疫情伫咧滚价，资金走找黄金来避险，所来推高经济。美元本身看坏，而美元下跌之外，出货币的一个长期购买力也都受到了影响。对于疫情所造成长期的一个不确定性呢，还是非常的审慎。避险资金呢，慢慢的有意识涌入到黄金市场。金价起价真猛，外资已经要到2500块美金，甚至是每1盎司3000美金。专家分析，最近金价继续起，不过若是疫苗出来，还是股市落价，金价就会开始震荡，无排除讲会大幅度降价。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代替火车票票价，这20年来拢唔捌起价，甚至有一寡路线拢伫咧了钱。铁路局长张正元也希望讲，未来会当透过修法达到开放的自主运用，其中也包括一寡特殊的观光列车有新的收费标准。代替财务的空是愈来愈大，因为车票的价销20多年拢无调整过，而且当年亏损，服务性路线较细间的车头嘛袂当凊彩废除。即马代替负债已经超过1000亿，爱赶紧改革。再去代替局长张正元参加员工表扬大会，致辞的时阵强调讲，希望透过修法达到单线开发、自主运用，其中包括订定铁路旅游的费率。如果要突破，我们也要透过修法，能够有一个专章。来让我们能够弹性的订定属于我们铁路旅游的费率。针对要起车票价销的议题，较有路的部分代替是无加讲啥，强调讲抑搁伫咧规划当中，提案都爱送交通部审查，抑搁爱等行政院许可才会当推动。目前代替车票的费率，自强的是上贵的，1公里爱2.27块，技工的是1公里1.75块，抑若区间车是1.46块，普通的是1.06块。我们的交通费率的调整，向来都受到很大的政治因素的影响嘛。台铁如果我觉得是说它的车种应该要简化了。学者分析，车票要起价是真无简单，就算修法，只要行政院无同意，价销也是无法度起。学者讲，若要起价，不如简化车的种类，来降低停靠营运的成本。另外，价销若定伤悬，敢若会降低竞争力。高铁甲其他的大众运输工具，嘛会分配市场。不过，针对车票要起价，民众认为只要服务品质有提升，就会当接受。如果它品质有提升的话，我觉得 OK。应该要合理反映的，20%吧。不过，代替私底下表示，目前暂定代替通勤的列车无要起价，原则上是倾向起特殊观光列车的价销。去年推出环岛支撑观光列车，就是甲旅行社合作的行程，希望透过修法突破受到铁路法的限制，定出铁路旅游新的费率。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出现真侪位外国人自台湾登到因的国家了后，却去防检出武汉肺炎。外界也烦恼讲台湾敢真正安全呢？就医生表示讲，可能有几来位带病患者藏伫社区内面，并病情也是豆豆摊开。若准热天热，喙暗挂袂调，就较有风险。一个30多岁日本籍的男性工程师，6月15来台湾做工课，8月初一转去日本了后，互确诊感染到武汉肺炎。所落来，阁有一个为台湾去香港的民众，伫咧隔离的期间，互验到确诊。因为国内最近小连续出现外籍人士，转去因国家了后，确诊的案例，嘛互外界烦恼讲，台湾的社区敢是有安全？第一线的开业医师跟第一线的医师在看门诊的时候验的越来越少，所以只有到强迫要验的时候呢，他们才会被诊断出来哦。那这个是反映国内目前可能有一些个案潜伏在社区里面。医师表示，目前国内可能有少数个案是带病毒伫咧社区内底慢慢传播。不过因为天气真热，国内要受防疫措施，所以目前确诊的病例未增加了真紧。
也若面对全球疫情真严重的情形，阳明大学、交通大学、甲台北英总分析全球169个国家、75亿个人口，结果发现讲，武汉肺炎检测的数量愈侪，会当提高确诊的几率，嘛会当降低死亡率。你检测数越多，那越有可能去发现一些没有症状的病人。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在分母扩大的情况之下，但有可能会让你的这个死亡率有下降的这样的趋势。伫咧台湾解禁过外月了后，嘛有医师指出，挂喙癌的民众无甲三成，提醒民众伫咧台湾要是有不明感染源小连续出现的时阵，挂喙癌也是有必要，民众一定爱谨慎。记者综合报道。在南投信义乡有一座台湾上界长的双龙水墙七彩景观吊桥，对今年6月20开始有对外开放。不过要行到这座吊桥，游客停车了后，阁要行1公里外才会到。南投县长就想讲要起一个空中连接道来衔接，不过专家甲当地居民确实有无同款的看法。双龙水墙的七彩吊桥总共342公尺长，讲是全台湾上长上悬的吊桥。不过要来这必须要坐交通车，落车了后，阁要行1公里才会当到位。为着要让游客更较简单会当来这佚佗，南投县长林明珍想要开4000万，阁起一座1公里长的高空步道。不过生态专家指出，挖进山若是好代志，但是人若是想过头济，嘛会对环境造成无同款的压力。景点都是复制性的，就是说，它这样的方式，它创造了人潮，创造了商机。那我们是不是复制一条总量的问题，然后精致的问题？任何的一些设施是不是能够尽量的维持自然度？好，那不要过多的人工的设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以思考的方向。双龙七彩吊桥就伫咧双龙水墙结构顶悬，会当拄悬的所在来欣赏风景，佮会当远远来看双龙水墙。逐工前方1500人，今年6月20正式对外开放。南投县政府预计到8月中会当达到10万参访的人次，但是想要去高空步道这件代志，当地部落的居民嘛有疑虑。这个顺向坡啦，怕是会影响到水土保持啦。这个要做天空步道，然后怎么样去带动部落的观光，但是在带动部落观光之余，也不会破坏到部落的一些原有的景色了。村长表示，因为高空步道预定的位是伫咧顺向坡，而且伫咧部落顶悬，要去刚好适合，阁爱评估。麻烦老讲，若是以后游客较少了后，原本用来做吊桥联络道的高空步道，到时阵要维护一定阁会增加成本。希望县政府家己用伫咧推动深度的旅游，让游客会当因为要来吊桥佚佗，体验无同款的部落文化旅程。记者综合报道。原住民歌手巴奈库世界红赛，为了要争取原住民转型正义，因就伫总统府头前大步棚抗议100天，后来刷到28公园继续抗议。去年7月，去予台北市政府认定做使用公园煞无纳钱，也无申请，甲因罚3摆。因翁仔某不服提告，台北地方法院也判因翁仔某胜诉，唔免受罚。原住民歌手巴奈翁仔某伫咧台北28公园长期大步棚抗议原民会公告原住民族土地或者是部落范围土地划设办法无完整保留传统领域。伫咧2017年2月份，因捌伫咧凯道大步棚抗争100天，同一年6月份，去互警方以违反集邮法上班，才刷去28公园抗议。不过2019年7月份，互台北市府认定讲无纳钱申请公园的场地，搁伫咧公园内底放桌椅等等的理由，3届拢总共罚7200块。因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台北地方法院判2个人胜诉免罚，专案会当搁上诉。使用者付费的时候是站在这个有钱有势的人，你知道你每一天就要花多少钱嘛？所以现在我们觉得法院还算是有良心啦。巴奈翁仔某是无愿意加讲啥，捌甲因声援的教授施正峰表示，判决有互因一个公道。也若法院判决当中指出，因以静态大步棚、甲静坐等等的方式，并无妨碍公众通行，或者是破坏公园环境的设施，嘛认为讲付钱的规定会阻碍弱势原住民族使用传统公共论坛发表言论的机会，违反平等的原则，所以判台北市府败诉。市府其实一向都非常重视我们原住民族的权益跟福利事务。那这一次的开罚，其实主要是公园处依照我们台北市公园管理自治条例，那针对违规的事项来处以罚款。台北市府表示，目前公园处也未收到判决书，等收到嘛确认文件有路的部分了后，会搁进一步建议。不过嘛强调讲，未来若是有类似的情形搁发生，要是会先以公园处的相关规定来做处理。记者综合报道。
以后咱若是食老，要安怎甲生活过得更较精彩呢？工研院有甲中小业者合作，甲 AI 的科技运用伫生活当中，希望互咱未来生活会当愈来愈好。看像手表同款的量测器，都会当记录体温、呼吸、心跳甲血氧浓度，提供精准资讯，予医护人员更较好判断。台湾将进入超高龄社会，工研院结合德国厂商甲长照业者，成立国内头一个智慧长照大联盟。无论是会当陪伫长辈身边的机器人，也是体能量测系统，将科技实际运用伫生活上。科技怎么去大幅减少照护人力的负担？好，譬如说我们做各种的身体的监测，怎么帮助一个65岁以上，甚至50岁以上的人都能够继续维持他的体力。台湾伫高龄甲少数化冲击之下，若会当运用科技，将传统照护转型成更较有品质甲效率的智慧照护，除了会当降低患病率，甲延缓疾病发生，也会当大大降低医疗人员照护上的负担。因为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社区融合的一个场域里面，其实需要很多的一些科技智慧的一些照顾的一些辅具或者是一些服务新模式，能够导入到我们的场域里面。然后我们 AI 的技术也不输给国际，所以我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大联盟的平台，那把我们的需求让这些产业界知道。那产业界能够生产出或开发出适合我们需求的一些产品。根据国发会统计，2035年台湾老人人口将增加到559万，15至64岁青壮年人口却降到1515万人。面对即将来临的挑战，利用科技来协助长照，未来照顾长辈有机会从哪来哪便利。记者综合报道。造成秃头的原因是百种，不过台大研究团队也发现讲，要安怎活化头毛囊的干细胞才是关键。这项互人头毛又搁洗出来的研究，也刊伫咧国际期刊顶头。天气寒的时阵，交感神经会高度活化，除了刺激树毛肌产生鸡母皮，让毛徛起来，佮活化毛囊干细胞，加速毛发的成长。台大发育生物学、佮再生医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团队发现，3因素欠一个袂当。没有这个树毛的功能之后，毛囊干细胞就没有滋养，那它这个毛囊干细胞会进入一个深度的睡眠状态，它不会活化，那我们的毛就会长不出来。林颂然副主任指出，造成秃头的原因有几百种，即马确认因为毛囊干细胞无活化，造成秃头的种类，像双性秃或者是女性型秃发。研究团队更较重大的发现是，找到交感神经顶头的 ADRB2 受体，会当直接以药物来刺激这个受体，让毛发来成长。那你就不需要透过冷或是很感动或是很害怕来刺激这个毛囊干细胞。我们现在做的是用在动物实验上，看起来是可以用。林副主任表示，目前甲实验的药物抹伫动物身上，发现7天了后就会当生毛，但是用伫人体身上，佮要进行安全性甲有效性的评估。有个新的药物会当上市，爱佮开6年到10年的时间。毋过解开毛囊干细胞调控，佮毛发再生的新密码，研究成果伫8月6号登上国际非常有名的期刊《细胞》。记者林丹昌为台北报道。伫咧高雄的重建有一位复健科的李医生，伊接伫面册顶头分享台语。最近有一篇接用的复健台语，真受到网友的欢迎。李医师是安怎甲台语捡倒转来的？咱做伙来看卖。骹盘翘起来，来出来。哦，所以哦，练到有够用的呢。伫病院巡房的时阵，甲患者检查讲话拢用台语，对语言有医生来讲无困难。最近，伊个兼做老师伫网络，甲大家身体部位的骨头台语安怎讲，想袂到真侪人斗起赞分享。我就是去网络吼顶面啊去找一个正确的台文，啊，就是讲有一个台文内底有音标，会当互知影大家正确的安怎要安怎读这。
就是这篇福建台语的图文，因为当人的姿势真特别，嘛真趣味。即阵已经有千外人来分享，有人讲要摕来教囡仔，另外一篇教人幼儿有小等等的福建方法，图嘛拢是伊家己画的。李阳牛爱伫面册分享福建的知识，其实10当前，伊打做医生的时阵，敢若会晓简单的台语。学医生，你后壁会听袂？我后壁学医生就转过讲我后壁无物件，吼，就做好笑边仔阿嬷就讲无啦，伊是问你脚只边腰会酸袂啦，骹底疼，甲你讲骹后颠，迄就无共款的意思，吼，所以讲。学台语吼嘛是爱用心啦。到底是倒位酸痛，有时差一个音就差真济。尤其福建科的病人，60岁以上拢是长辈，所以讲治疗师多数拢会晓讲台语。介亲切啦，嘿啊，而且有一寡迄个，但是有一寡外来语吼，医生会用伊的方式来甲阮解说啦。你讲国语我。听无，较少咧讲，就是爱敢讲，嘿，你着讲唔对，让别人会甲你讲，甲你指导。即阵真侪少年的医生甲治疗师台语拢无好，李阳牛分享伊学台语的撇步，就是敢讲，病人、同事拢是伊的老师。记者陈家军、赖伟做高雄报道。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北部地区对26度到35度。中部地区对26度到33度，南部地区对25度到33度，东部地区对26度到3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7度到34度。新闻的最后也带观众朋友是世界行行看看的，也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挂先。这阵啊天气还阁真热，不过对这块来讲，秋天已经特别开始啊。今仔日咱要讲的词就是立秋。立秋汉字写作立秋，罗马字写作罗一立。此有秋，立第8条，秋第1条。立秋大约伫新历的8月初7到初9迄卡斗，就是我上介意的秋天，特别开始的意思。立秋了后，若有落雨，天气就会变较凉、较爽快。有一个观众朋友咧问讲，是安怎生的我算啥物拢遮准？那是因为古早人有留落来真济为这块来有册农作物收成的经验，我就甲学起来啊。像讲立秋前一日，农夫不用日，就是咧讲立秋迄天，若好天就会有好收成，农事万项会顺利。若是立秋听到单位讲猛冬，也就是第2期的作。收成就会较歹，所以才会讲雷拍秋，冬半收。咱嘛会当看立秋是伫今年农历的几月份来有测海冬收成的情形。俗语讲6月秋快溜溜，7月秋秋后游，就是咧讲立秋若伫农历6月，讨海人就讨较无食，
快溜溜就是希望作业的时间会较早结束。哎呦，要紧啦，无要紧啦，好啦好啦。若入秋伫7月，天气会较稳定，海东就会有好收成的大收。秋后油就是渔民收入会较好的意思。若要讲好食、好佚佗的，入秋是灵应到适的季节，嘛是金针花开的时阵。咱台湾看金针花上有名的所在，就是花莲台东遐满山坪的金黄色花蕊，真正有够水。入秋，入秋前一日，农夫不用力，雷拍秋，冬半收。6月秋，快溜溜；7月秋，秋后油。入秋食灵应，赏花好心情。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